砌成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，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熟悉连招，在无牵挂的发酵，战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看当今生的强大，键盘起眼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。终究平凡不平庸，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我们在神手谷的新生活开始了。莫大夫教我们认识各种草药的药性，怎样用草药炼丹，还教了我们读书识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莫大夫一直催促我修炼长春功，这让我有点疑虑。但是有2个朋友的陪伴，我还是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张铁，你看我。张铁，张铁在哪儿？张铁！
师傅，您回来了。是，比预计回来的早。师傅，张铁不见了，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上个月他……为师已经知道了。您知道了？对，他回家了。以前就经常听说他想家，他果然还是待不住了。看来现在只剩咱们师徒二人了。还有他，那个是铁奴，我请他来保护咱们的。过来，让为师瞧瞧你有没有好好的练功。哎，这珠子，师傅手上串珠顶端的那一颗，不见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您不在的这段日子，徒儿没什么进步。哼，你真让我失望。韩立，你觉得为师今年多大了？徒儿不知，70多了。我今年37岁。想我墨居人早年在虚国兰州武林也是声名赫赫，有谁不知道我鬼手的声威？无论黑白两道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不料遭小人暗算，身中剧毒。虽然凭借我一道高明保住了性命，但也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了。除非有人能用长春功打通我的血脉，才能痊愈。我之前找了数百童子练着长春功，却无一人能引气入体。直到你的出现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岂料你练了3年还没练到4层，这次我外出为你采药，不料却遇到强敌，为师只剩1年的寿命了。可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何时才能练成。不会很久，只要你喝了这杯水，就和我一样，只剩1年寿元了。1年内，你若能练成长春功，替我解毒，我便给你解药，保你无虞。我为什么要喝？你觉得你还有选择？我不应该这么说，你的确有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帮我，你选吧。我喝。放开他！如今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说不准还是件互利互惠的好事儿。我这次带回来的草药，你按照药方炼制丹药，你就可以继续练功了。等等，第一次见你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不过，有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可别仗着几分聪明，把别人都当傻子了。我很快就要再出谷一趟了，希望我回来时，你能有所进意。莫老如此狡猾，他敢放心离开，必是料定了我在1年内找不出解药。练成功法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可此时疑点重重，我即使帮了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
所以我得早做准备。我需要更多的弹药来突破现在的瓶颈，但是这里所有草药的年份都不够，怎么办？韩立，你找到张铁了吗？厉兄，快进来！没，师傅说他回家了。莫大夫回来了。是啊，几天前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从未见你如此慌张啊！此事过于危险，我不能把旁人牵扯进来。你能不能教我几招功夫啊？我需要在6个月之内学会上乘的武功。6个月内，那可太难了。你没有内力，修习不了上乘武功的。哎，不过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学武功了？啊？那有什么是我能练的？那我帮你找找看吧。厉师兄，你好了没？我们该走了。我还在巡逻呢啊！我就是来看看你，你多保重啊！我先走了。之前想尽各种方法都没能打开瓶子，现在竟然……不能贸然喝下去。保险起见，按照梦中看到的，先在植物上试试吧。这片竹林应该足够隐蔽了，在这里培育草药吧。找到适合你的武功，还真不容易。练此剑法有3个严苛限制：真气有小成者不可练，无天分者不可练，无毅力者不可练。这个眨眼剑法果然不凡，你把这些书都拿出来，确定没事儿？这么多限制，其他人谁愿意练呢？也就你有这个条件。门内那些人也不会在乎他不见了的。还有，不用想。哎，天行，哎，这把短刀你拿着。谢了。那可是我的短刀。送给你了，会有好运的啊！拿它防身用。眨眼，我要走了，有什么情况飞鸽传书啊！保重啊！心狠。
后山经过。好，3天后50，后山路口。喂，跟你叔叔说，下次我要2倍黄金。哎，贪多，嚼不烂。这些年我们也为了你不少钱，你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这话说的，这些年我哪次没把门内的消息递给你们？早两清了。我以为我们还算朋友。别自欺欺人了，这是生意。哼，下次见。武岩竟然是个奸细，我应该告诉厉飞羽。也能摘下星辰。